今日好高興可以嚟到咧，同大家一齊準備我哋食盤菜，同埋準備過年嘅。咁今日無論煮食比賽定係盤菜咧，我哋都用咗電磁爐去煮食嘅。比起氣體嘅爐具咧，電磁爐係更安全同埋更有鑊氣啦，亦都可以快速咁樣去煮食物。咁能源費咧，亦都比氣體咧係減少嘅。咁我希望咧，透過今次嘅活動咧，可以鼓勵多啲居民由煮食開始咧，喺生活上每一個環節咧都可以低碳環保咁樣去生活。入嚟嘅時候呢，我都有機會碰到好多嘅家庭，見到大家咁精神、咁開心呢，我自己呢調翻轉吸收咗你哋好多嘅幸福感。今日呢，我就非常幸福啦。剛才呢，我就試咗非常好味嘅餸喺呢度。最後祝福大家馬年安康，屋企人個個生活得愉快、幸福滿滿。多謝大家。盤菜本身包含咗好多豐富嘅食材，今次唔單單只係品嘗美食嘅時刻，仲係大家聚首一堂、增進鄰里關係嘅好機會，令到油博路變得更加溫暖、更加舒適。